還痛，就算夠情，唔情願拘束捆綁錯唔定。我真的最安慰的就是人安静。睡覺的時候。為崇尚煎炒問蒸煮炸燉興的本領，憑着為食的天性，我自會吃得盡情，完全沉迷凡事借名講到食鹹最鮮。若我煮出好餸，會令到世間起哄，盡我渾身解數為觀眾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尋求辦法一擊即中，由鹽糖招式勝在變通。為了煮出好餸，也為了變得出眾，學會了酸苦各樣比重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習慣在競爭中追碰，尋求人生怎去自控。他呀，是我們家長工啊。然後一卡了呢？殺青啊，殺青啊！這個。那如果你要交女朋友的時候，人家會受得了你嗎？會受得了你？所以找不到啊，這家找不到啊。他會覺得他控制不了你，你知道嗎？不好控制的。就你必須得找一個驯獸員之類的人才 OK。真的，你得讓女孩有那種感覺，她才敢跟你交往。要不要來皮鞭？傻乎乎的。若我煮出好餸，會令到世間起哄，盡我渾身解數為觀眾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尋求辦法一擊即中，由鹽糖招式勝在變通。為了煮出好餸，也為了變得出眾，學會了酸苦各樣比重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習慣在競爭中追碰，尋求人生怎去自控。若我煮出好餸，會令到世間起哄，盡我渾身解數為觀眾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尋求辦法一擊即中，由鹽糖招式勝在變通。為了煮出好餸，也為了變得出眾，學會了酸苦各樣比重。為了煮出好餸，要習慣在競爭中追碰，尋求人生怎去自控。來了啊！來了啊！這聲音，這聲音。